黑仔6段冇咩病喎，一個病點到你啊？哎呀，黐我你啊！竟然啊，咩病？骨刺啊！攞你命啊！開始翻呢度警棍呢度喎，接我到56年啊，幾慘！喺度6、7買喎，345金，395金，400幾金嘅賣價，哦，2000幾金唔見咗，好死好準備又好喎，後尾咧，我朋友講睇到報紙又要招達，有個網中藥好好嘢喎，哇！嗰個地方啊〜抽嘢啊！譬如在點買？佢買兩陣我買14斤，食咗話一個禮拜冇痛喎，都唔錯啊，好靚啊！咁我咪慳300零個睇醫生咯，400零個睇醫生，哇幾好靚！100零個痛，多幾日又痛翻喎，又唔痛咯，又再買你點啊？1幾蚊藥材骨刺出嚟，食咗又1個禮拜，又冇痛喎，又哈哈笑喎。多幾日又嚟喎，幾百都咁喎，死喎！咁要啲我做翻睇嗰個慣式嗰啲咯，又點翻嘅？唔會啦，唔知邊個介紹我嚟呢度？我想八大一人坐牌，一人坐牌喎，咦？冇痛到嘅，又冇傷到喎，邊度又冇痛喎？喂，咁老嘢講都唔準喎，個兩歐足嘅嘛，仲睇下台啊！3、4個禮拜都冇煲過嚟喎，冇煲過，仲我咪喺開車嗰度，開呢度，我攞俾你睇啦，真係一流喺個機肉，俾呢個機一個半樣。